即马伫三川店来甲大家小解木雕花汤。这手柄是八仙过海，民间故事俗语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。虽然展现家己的宝物，但显神通遨游东海。这个举动惊动了龙宫，东海英雄率领鱼皮水卒到海上观望。但言语之间，双方发生误会，并以法律相争好歹。此时，哈洞惊涛骇浪水势，掀起海潮水浪。正手柄参倒手柄的木雕花汤，同时阵使用民间故事中以水势彰显法律无边之意。倒手柄是水阴金山寺。第写段是一个伫寺庙艺术中定保卫题材。故事讲述着一个千年的白蛇精，甲一个凡人的结合，为着消灭妖精，来自金山寺的和尚法海，使用伊的法术来镇压白蛇精。白蛇精修行千年，展现出金山寺因大水的幻术，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，伫木雕的细节中倒画甲真有路，象征着正义、正善、邪恶以及无穷信仰的神奇力量。